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学院。我们的学院就是罗波学院，我们呢是第4组。今天呢，我们来介绍自己和介绍学院一下吧。我叫三肉不及，我叫亚丽，我叫何月玲，我叫秦月，我叫燕青，我叫李月。各位同学们好，之前我们来介绍我们的学院一下，这是我们的第4组的3个同学位。我们的学院旁边有小学，这里的我们的学院是有2栋楼，第1楼是 A 楼，第2楼是 B 楼，第2楼有办公室，也有图书馆，然后也有教室，还第 B 楼也有停车，也有办公室，也有饭点，也有电脑室，也有活动室。来到这，我们这里的学院有很多的同学们喜欢学习中文和英文，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们常说英语和英文，因为我们去旅行的外国也很容易的。这里我们问一下这个题目，在这里我们的同学们学这里的怎么样？问一下，你在这里学的，你们自己的学院怎么样？最好的问题，我们学在这所学院是吧？对，有很多中国人教我们，还有呢，韩国人，他们都会说中文和英语。但是我觉得学在这里，老师也教好，也对我很好，所以呢，我学汉语，今年在2年了。那你们的汉语最好了。你们学习汉语自己喜欢，还是爸爸妈妈让你们来学？好的，我自己喜欢。如果呢，以前我觉得，如果会英语，找工作的时候很简单。现在呢，不是这样了。现在就是谁会中文，会读、会写、会听，最好的人就是找工作的时候很简单，挣钱也是。你觉得中文对你重要吗？哎呀，现在我们也知道了，在老挝人有中国人太多，所以呢，谁会中文是吧？也会玩电脑课。你找工作的时候很简单，就是呢，我觉得现在呢，在老挝中国人越来越多。现在我在2年级，在罗波学院。我觉得我毕业的时候找工作很简单。那你的梦想将来想当什么？我的梦想毕业以后是吧？我觉得当是老师，还有呢，想去中国旅行，或者去学习。去外国学习？对，就是这样。那你呢？你在这里学习环境交通